来看前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地北排告别式，早起伫新德市举办。郭文地伫台北看守所人员的介护，无挂卡料出口，早起8点53分到现场。郭文地伫咧致哀的时候讲，后生不好，袂当陪你行人生行完最后一程。郭文地伫告别式停留1点半钟，要登去看守所的时，伊的看守单飞机甲郭文地抱安，话讲司法迫害人权。那北里三党今仔拢有代表出席，总统赖清德无送回蓝致意。面内拢无表情，无挂手铐，也无拔卡条，由介护人员介护来到现场。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最早早起自台北看守所到新竹奔丧，前路的有拄到塞车，因过伫8点53分左右到现场，赶上郭文铁老爸告别式加载。伊是自会场的后壁入去，无对头前入去，所以支持者无看到。因为加载无对外开放，因过用会让听到郭文铁目屎含的伫咧念堆书文。2013年，当我可能参选台北市长的消息传开以后，我父亲从新竹搭车到台北，跑去台大医院劝我好好当医生。他说我在二大失去父亲，我不要再失去儿子了。我最后的决定，让你这10年来为我操了不少心。郭文铁也甲老爸会师咧，讲伊到60几岁啊，也阁互老爸替伊烦恼，也请老爸安息，伊会坚强面对挫折甲打击，也会照顾妈妈，相信苦难会过去，总有重见光明的一天。特别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的帮忙哈。那请大家放心了。郭文铁10点16分左右，由介护人员介护离开。离开的时阵，郭文铁的看守陈佩琪情绪真激动，大声喊司法迫害人权，边的小草是大声喊阿伯加油。郭文铁奔丧即家伫咧会场点差不多1点半钟。郭文铁的妈妈是希望郭文铁请假奔丧会当点较久咧，不过无法度，唔是会当决定的。做儿子的人哦，应该要这样。谢谢，好可惜哦，我不能说什么啊。对不对？不是我决定的。那六百拢有境外人士参加告别式，总统赖清德虽然无到现场，也有送回拿。前总统蔡英文也送回拿，因为前总统马英九加前总统陈水扁是亲自到场。人死为大，我理当送他最后一程。今天大家都是用哀悼心情来参加。柯爸爸。这一生当中能够为台湾的民主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。包括民众党秘书长周武修加郭文铁共事超过30档的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拢有到现场。不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因为伊的老爸也伫最近过身，无方便到场。台北看守所讲，依法派人介护郭文铁登去厝的，但是过程拢依照规定评估现场的介护风险，适时适当的介护模式。所以也会关心郭文铁身心的状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